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珀麗灣竹園珍妮花。見到背後呢個雙橋觀景，就知今日要介紹一個優質樓盤俾大家。單位位於珀麗灣2期，實用面積713尺，係一個3房套，而且擁有優質座數。歡迎一齊跟我過去參觀下。入屋已經感受到呢間屋嘅觀景震撼。廳以長形設計，左右廳分隔，飯客廳分明。飯廳 L 型牆身好擺位，寬闊實用。客廳以落地玻璃設計，採光十足。坐喺梳化都可以望到呢個咁靚嘅觀景。每日有唔同嘅船隻穿梭青馬大橋、汀九橋，觀景豐富，既有山又有水。仲可以望埋海角泳池屋，廚房大都係呢間屋嘅特色。明火煮食 L 型工作台面，值得留意嘅儲物空間特別多，有足夠空間可以增設唔少嘅雜物櫃。再帶你進入寢室區。房間設計較為方正，放床衣櫃之餘，放埋雜物櫃一啲都冇問題。戶主增設唔少吊櫃，大大增加收納空間。獨立氣窗設計，落雨都唔使閂窗，空氣流通。觀景與廳相若。浴室改企缸，增設玻璃浴屏，有窗唔係黑廁，裝埋浴室寶添。兩個房間面積相若，唔放雜物櫃可以放張書台仔添。樓底高係呢一期嘅特色，有2.975米，同樣有獨立氣窗設計。當然唔少得呢個雙橋靚海景啦。主人房大，開積好用都係呢間屋嘅特點，加上採光十足，觀景震撼。放雙人床可以三邊落床。獨立凹位設計放衣櫃，一啲都唔嘥位，空間盡用。主人房觀景係全屋最寬闊，咁靚嘅觀景簡直百看不厭。仲可以偷望埋深井海景，仲有沙灘海。主人房浴室保留原有設計，有窗唔係黑廁，增設玻璃浴屏。唔知道有今日珍妮花推介有冇興趣呢？呢個單位我哋有鎖匙，可以隨時睇樓㗎。單位擁有優質座數，去車站、超市、食肆、會所唔使1分鐘，去碼頭都唔使3分鐘。大家唔好錯過呢個睇樓機會啊！有興趣可以俾電話我珍妮花幫你安排。最後記得片尾俾返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喎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